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。今日欣赏的高能芭蕾瑜伽，结合优雅的芭蕾臀瑜伽动作，能准备好了吗？运动之前，请能准备像安尼的凳呢，可以用手扶着的。好，准备好了哈，请能放起来做运动的哦。芭蕾的第一位置，提好来，行的脚。打开来，好，肚子要竖起来。做面的动作记得师傅要夹紧，要夹紧哦。好，安能数先标的，你的腰围也偏，先练脚哦。合上来，好，合上来，打开来，合上来，打开来。另外一只手可以扶着你的椅子。好，做我们的把杆，可以移动我们的重心，打开来，合上来，做下动作呢，我们内侧肌要夹紧哦。好，更加同的脚合上来，好，正步起后，好，脚吸起来，脚尖动的脚趾头再打开来，合上来，再竖过去，好，弯片，重心要移到另外一只脚，四脚开。四脚再合上来，好了，再来弯片，一、二，打开，三，过来，慢慢的走，不会尴尬，你的肌肉一直在延伸。好，这是开胯的练习。好，慢慢的先起好，更加臀的脚掌伸出去。有可能腳毛唔可以彎彎咯，可能腳趾頭伸出去，伸出來，再慢慢的過來。好，加上的數，還記得一、二，好，標在你第二位置，腳前面，好，旁邊，後背。往後背時節，你的腳要做延伸，再數過來，好，再看一擺哦，一，旁邊，後背，好，剛後背，不要去拐腳哦，慢的，好，腳要伸出去。伸出來，慢快彎彎哦，伸出去，手柄的旁邊，背要打直，脊椎有一條線綁，好，做一個延展，過來，前面，旁邊，後背。加前面，加個動作，慢慢的起起，跳起，低下背，彎下去，再伸出來，再可以擺哦，起起，好，慢慢的下去。起起跳跃时节，另外一只脚趾头，好，稍微微弯，
好，腳輕量，打側。好，上來的時節，腳七條再慢慢的伸出，再伸出，放鬆。哎呀，前面數過來，更加多。做旁邊，好，做延伸，慢慢數過來，更加做後背。後背的時間可以兩隻手板輪的，好，等呢，慢慢的鼓下來，腳伸出去，再放來，伸出去，伸出來，記得腳要打出咯，慢慢的數過來，好，低後背，慢慢的行。來做壓背，記得咯，我們的背一定要平的，不用聳的背咯。檢查這個背咯有變稱冇，我的手不用聳來，慢慢的。在前面行，更加往後彎，板輪哦，冇低後背彎到的哦。好，你自己靠你的能力，再慢慢的放起來，低後背。慢慢的數放來，做片做好，來彎片的哦，更加彎另外一隻腳。好，開始了哦，前面，放個數，回來，旁邊，腰背，一樣前面。起去，跳去，慢慢的下去。數過來，旁邊，綁都唔可以綁誒，拉長，側彎腰，改咧鼓，再伸出。好，慢慢的，低後背，兩隻手可以板咧你嘅頂嘅方，伸出，鼓下去嘅時節記得攞綁錯嘅腳，伸出來，
同个舒服较紧。好，低后背，做一个延展。前面后弯，再慢慢的过来。你们的动作好不好嘛？唔係咁難，淺顯易學哦。明日要同先生同下做運動，好好運動，俺們下次再來聊。